有一个18岁姑娘仔趁着年假到中华观光工厂来佚佗，所以伫参观的时阵常常来昏倒。工厂的员工卡119了后，马上提出着体外电击器来甲抢救。这救护员到场，随接来做心肺复活术，然后随甲送病院。经过众人安尼接力来甲抢救，救回这个姑娘仔的一条命。详细状况，请记者吴烈安甲咱报道。烈安，请讲。 18岁女子突然昏倒，整个人瘫软，被抬到空旷处。观光工厂的员工赶紧拿来 AED， 想要帮她急救。先请那个 AED 电击。哦，所以因为那时候还在拆它的贴布。哦。对，然后拆完贴布之后，因为还在摸索 AED 的整个过程。员工按照说明书和指示先电击一次，刚好消防队和救护员也赶到，立刻接手，发现女子仍然没有呼吸心跳。救护员一边施行 CPR， 一边将她送医。所以这个救护的动作都是那个同步进行。 还好女子到院后恢复了呼吸心跳，目前还在医院观察中。到现场的消防队员强调，都会工厂员工第一时间有用 AED 急救，加上救护员持续施行 CPR， 众人合作才救回了一条年轻的生命。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况，主播。